防疫人济话就济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和专家嘛无共的意见。现主时要买到喙암实在真无简单，到出名汉药师咧人面前分享。伊讲，伫咧喙암内底缘，搁再打一圆卫生纸，或者是免一个拢布，用了甲迄一圆换掉，搁再用吹风机烘一2分钟，喙암就会当搁再用。不离个感染科的医生烦恼讲，用高温来烘喙암，安尼会破坏喙암的结果。 武汉肺炎摊开，药局头前每一天拢排真侪人，买喙암变做全民的运动。喙암真歹买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就有名的中医师伫咧面册分享，讲是经过台大医学院教授高明健的建议，只要伫喙암内底加一张卫生纸，也是灭菌的纱布，使用了后将纸澹掉，再搁用吹风机对着喙암吹1-2分钟，就会当搁再来使用。而且只要吹风机距离这个喙암15公分，就会当达到65度。这个武汉的病毒超过65度就会死去。这个方法有影无？垫一层东西。 那让我们的外科口罩不会变脏的话，外面的那一层外科口罩就可以重复使用，是可以考虑的，但是不是很好的选择，因为这个纱布这些不容易固定，分泌物里面包埋的细菌或病毒，它可能对温度的感受性就没有那么好，而且那个高温的情形之下会破坏掉外科口罩的材质。喙암内底住一张卫生纸，虽然会当互喙암的使用小可来延长，但吹风机是毋是会当高温来杀菌？感染科的医生有无共的看法，而且建议，若是真正买袂到外科的喙암，会当考虑内层使用棉布的喙암，外层则搁挂这个外科的喙암。棉布的喙암会当来阻挡分泌接触到外科喙암的内部，搁会当洗。若外科的喙암外层会当来挡这个细菌，两个做伙用，会当互外科的喙암用较久，非常时期非常的做法，千万唔通相信网络的偏方，才袂喙암乌白挂出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